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纪丽玲。台湾南部的物产按丰富，也按多年来呢，台湾屏东没开始种可可花的。从大家看啊，也头前也热带果实可可花就是做烤给你的原料，也条烤给你呢就是用亚洲可可花的调味做出来的。也按多年来，屏东种可可花的面积已经超过为200公顷呢。其中就是对高树还有林落到家东附近的都有，其中单青岛係對內部嘅還有灣滿也都合種。有一陣可可花農民也都鄉親呢，強下3萬大兵之下，也按多年來已經天天呢看到成績咧，各界咪開始來從事一項頭擺無嘅產業。2017新年新氣象，村民大會準備愛去到屏東內部，咪邀請鄉親朋友強下來見證一項可可花新時曲。開會了！今邊呢，村民大會來到為屏東可可嘅大本營，現場按到鄉親都係可可大人，大家好，先老大家問好，大家好。哇，今天大家很有精神哦！大年初二、年初二，按好嘅時節，向下來到鴉片分享，下嘅新興產業、可可花產業，今邊才會按到來賓向下來討論，先為大家一一來收結。佢哋係農糧署南區分署嘅姚志旺姚分署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分署做係人嘅好朋友啊，接上都來到村民大會嘅現場，還有呢，聽嘢係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產業普陀科何昌華何科長，科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屏東縣內埔鄉農會推廣主任王土火王主任。大家好。三位來賓以外呢，今邊還有屏東縣內埔鄉文化促進協會跟屏東縣可可產業發展協會都有代表來到現場。就像呢度呢，鄉親朋友可能呢都識過烤茄哩，不過實際一個烤茄哩用乜嘅做嘅，大家點望呢？我先聽聽採訪團出嘅腳步來去可可園地度看下看啊。講到烤茄哩，唔清楚唔會成分，唔講唔知也係用乜嘅做嘅麼？可能做當空一粒一粒咖啡色嘅細種鹽。呀，都開始做分級，啊，種調味可以做乜嘅，另外嘅調味可以做乜嘅。啊，個冇人嚟托嘅，因為你冇肉，如果有個變嘅調味，唔嚟托嘅啦。冇肉冇魚。一條就係烤茄哩嘅原料可可啊，皮可啊香噴噴嘅。越南人屏東種出來品質同外國嘅品質，因為也氣候有寒天。外國又冇寒田，而種嘅地方咧就插土，冇寒田，嗰度嘢蜂蜜差唔多都一枝都完，然後要經過風田變出來嘅蜂蜜都冇重要。世界食品，我哋開始種已經滿年300年。也留定拍攝事故嘅邱先生，幾下年前請農民來種可可啊，種就種啲檳榔樹下。用人就開始種嘅，因為食咧而家慢慢嚟已經退化喺地，冇乜都樹葉嚟啊。人家家庭嘅樹葉喎，都18變化種麥嘅。像工廠嘅話，一夾嚟講就算咯，而家過後又都冚到要7-80萬應該有啦。種可可咧？哦，因為開始大部分人開始有見人都開始種啊。哦，慢慢嚟，啷地底講而家產量會多啊。將來你諗下，一定要講喺度買過啊，應該從長嘅茶冇買啦。一陣客家鄉親向下展開嘅野廠烤茄哩冒險嘅故事。老輩人吼，看到有個東西，攏覺得有個木瓜，因為風土木怪鬼產，啊，伊哋又想唔出來，也係乜嘅東西。第一陣咧思考啲擺吼，我冇想到有台灣有巧克力啊。日照讓它風，但是它很怕曬太陽啊。台灣的太陽太厲害了。本單上到南民族嘅可可，一下台灣未可能到嘅。嘉義以南、回歸線、北回歸線以南都可以種，它冬天不會太冷，堅持在檳榔裡面，然後可可量產的時候，檳榔可以去掉。種在檳榔裡面，它有一種它容易遮陰的作用。这是可可的花，那它的花的话長得很像跳芭蕾舞的女生。那所以說，其實可可它是一個我們都會認為說它是一個很嬌貴的公主。可可對環境嘅要求當然嘅，嘅台灣前南片嘅屏東都好。台灣人愛做出台灣嘅風味出來，
愛了解講國強嘅地方是台南，外國冇嘅地方台灣有嘛。不止講本青島嘅台灣人地咧，我哋有種可卡啊，體勢台南，有一日我哋會行到國際去。台灣中可口嘅版圖，屏東內埔係中心，現時已經總有200公頃較佳。伊當然因為喺按島產業當中也頗有發展性。哇，鄉親啊，家下有人講到啊，像遐個可可啊，有人講也係紅紅嘅，係乜嘅啊？有人講係木瓜，還有人講也看起來又像楊桃，咩有人講係苦瓜錯嘛？對遐個可能唔係伊道了。冇按到了解哦，還有破開來就係按用拍拍嘅果肉啲地方度。你看到咧，全世界嘅可可啊，產地啲內喏，你看到全世界地圖版圖當中呢，差唔多可可啊嘅產地就係啲赤土附近咧，赤土兩片就係可可啊生產青島嘅所在，其中包含啲度人嘅台灣。雖然講啲世界版圖上哦，台灣一些都係看唔到嘅，不過台灣呢還係啲亞嘅北緯20度，就係種可可啊青白片嘅極限。佢可能愛乜嘅條件愛來生咯，南北緯21度以內，然後呢，它的氣候條件有愛青葉，還有呢水沒有清酒、清多，差不多人工一量，桃園愛有1300毫米卡加。世界上青島嘅產地差不多是非地區呢，就佔咗全世界66%按多。另外像中南民族還有一個東南亞也下面有生產青島。人家下看到啊，差不多10公年前呢開始就有農民，然後一個可可啊呢引入來台灣呢。而且來講到一個新嘅產業冇頭擺冇嘅可可啊產業，差不多佢嘅歷史對那片開始。差唔多啲日本書嘅下，就用日本嘅前有名嘅廠商來始終，從大廠，也2間大廠哦，頭擺都是來始終。1970年過後開始復種誒，各位2000年差唔多10公年前就開始來種可可啊，故說一下10公年過體咧，見來見到，就係來問大家哦，像人嘅屏東內埔鴉片咧，用來講按島可可啊種啲鴉片，可能係同一個氣候嘅環境同條件有關係咯。先來請教村長哦，村長你好。我哋也到到熱帶地方嗬，也有個適合可可啊來成長嘅地方。係，無論佢嘅經緯度啦，嗬，啊，個誒也落雨量啦，嗬，也係日照，就個適合也可可啊來成長。尤其我哋本村嗬，早期因為種檳榔嗰度，也個適合可可啊嘅度嗬，我需要辦雜鹽嘅地方，嗬，對佢成長可能較好。嗰種我哋農民嗬都認真也可可啊，嗬，都到到睇我哋檳榔。行中間來種，嗰陣啊更加可可啊，要帶來講本農民有啲希望，嗰種本村要改種可可啊，要增加好多咩？哦，多謝村長。現從出來請教啊，係檳榔搶嘅來種可可啊嘅人搶客數好嘛？一下講要見來見到嘅咩？有請鄉親來同大家分享看下哦，你用為來想嘅對檳榔對搶嘅種做可可啊喏，係看到佢乜嘅優勢嘅素材喏？好處都講吼，啲種下經驗來看，伊是講，摕檳榔樹下種吼，伊個像伊個原生環境安尼啊，吼伊個氣候個適合，可可啊強颱風啊強風，吼啊種個檳榔樹下吼，好處去對擋風，啊咪可以幫個向下，我兩個可以相輔相成啊。啊對俺哋農民個重要講，個樹葉啊，收入個唔會總團啊，讓你兩個。可可的成長的過程中，有2-3年，它可以結果嘛。好，這些你就可以搶愛咩有樹，你可以你來呢。啊，對我嚟講，年輕農民就是講，可可產業吼，也發展性個大，啊，各有一個前瞻性啊。對於搶愛嚟講，個冇光榮感啊，可能個 health 上嚟講，哎，個對我嚟冇健康的東西，我們當然是要慢慢可以農村一個新的一個風貌可以出現啊！我哋是講這個還蠻有前途的一個行業啊！好，多謝你哦，謝謝。從家下也先生哦，就講到對搶嘅種做可可啊來看啊，你看啊，一種搶嘅1年差唔多2-3年嚟有好數聽。唔過呢，你看可可啊，當年就做得來結果，就係當年就會有果，天時以後就做得去摘嘅，像順豐一下沒有，還有其他嘅鄉親朋友會同大家來分享看啊冇？因為我看到講陳海國啊，因為一片有種嘛，啊上個講搶個政府也無推廣，
伊迄个饲养的农业啊，吼，想讲终于咧，今年有可以顺入。去年去甲种几多呢？差不多200人头。迄讲正常来讲，无台风啊，伊也顺入啊，够好。差不多数长有几多批？差不多1多批啊，差不多2-3批有哦。2-3批吼。因为像咱3分1个啊，按可可啊，差不多今年就好顺入。好，感谢。还有呢，看到现场嘅乡亲朋友，伊都咩系后生人，咁有后生朋友，你喺转到屋卡当中哦，返乡青年种可可来，向同大家来分享。大家好，我是返乡青年，我回来也是种可可种了4年多了。那当初回来的时候有其他的水果可以选，那我为什么会选择种可可树呢？对，因为屏东这边物产丰富，真的太多可以种了哈。对，那我发现我种植下去了之后，其实像今年台风，其他的果树都受损。那我发现可可树在半年的时间，它就恢复了生气。像今年像去年的这个7月有连续很多台风嘛，对，暑假的时候有很多台风，对。你的可可有受影响吗？有，也是，结果呢？也是倒了一半，但是它坚韧不拔。它坚韧不拔，对，它再次又活下来了。哎，还不错哦。对，这跟我们台湾农民的精神很像。对，所以我们说欢迎大家，如果有意愿或返乡的青年或一些农民，可以加入我们的可可产业。其实，在我们屏东种植的条件会比其他的国家还要来得更好。对，那我们这边又是海岛气候型的，所以种植它又需要水，又需要阳光。再来，我们的农民肥培管理很厉害。对，那对可可来讲是更好的收成。所以今年返乡选择种可可，你觉得选对了？我选对了。好，加油哦！好，谢谢你。谢谢。还有其他的，像伊度农民讲到哦，可可啊产业当中看起来，但摆佫有发展呢，还有其设计感有可能都有乜个优势相关的研究，大家有做调查嘿。本身是以前摕个在职职场，退休后常常爱为退休以后某一个有可以终止可去改的打发时间的时间，后来。咁到嘅事业查到資訊講，可可對身體本身改好嘅對有益處。哦，也係有相關的研究係。係中國還有咩去訪農園原主本身有家庭的遺傳的糖尿病患者，這個看到一個資訊以後，有半信半疑嘅心態。想講吃可能。係想講吃可能，結果這個做白老鼠，是繼續做的時候，可是。因為你本身有做嘅數字記錄，確實數據有對糖尿病有幫助嘅，所以我哋一直堅持可可呀對本身是有好處嘅。好，感謝你，多謝你哦。可能呢，也下看到嘅青島嘅好熱素材哦，故說大家就輕鬆嘅種躍躍欲試。韓國屏東可可生產嘅地方，單都係客家種。對一項頭擺冇嘅產業無，一下係由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相關單位向下來鋪頭出現來搶購可種哦。一下有做嘅相關的鋪頭係乜嘅呢？以往科種的產業都是檳榔為主嘛，然後因為檳榔因為種種因素導致大家不願意再繼續來推廣，所以我們農林開始發現有一些新興的作物的產業叫可可，所以我們從103年開始，我們先對，因為大家對可可應該是一個新興產業，大家都不清楚，所以我們在103年先對可可先做一些基礎性的一些調查。屏東縣的農民他們對可可的知識或者是資訊都非常的不足，可是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跟客委會來爭取的一些資源，來辦理相關的一些培力的一些課程。然後經過這兩年的培力的課程，所以我們的可可的栽種的面積是一定有大幅的一個增加。對，然後也越來越多人投入這樣的一個產業。好，還有接下來咧，搶購一個農糧署嘅分數種哦，係講呢，因為呀可可啊變做一個有經濟。有一個經濟好一個作物哦，應該要種到幾多呢？分署長，我們可能要讓它具經濟規模的話，我們地產地銷現在可能呢種的人越來越多，面積增長了，可是要種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是一個符合地產地銷的？以前我們在推動的時候，就是說讓農民下去種，但是因為它發展是一定會有一個瓶頸。所謂的瓶頸就是說，大家如果說很多人下去種的時候，變成搶種。我們不敢說搶種，就是說它大量去種植的時候，變成它後續的加工效益要在哪裡產生？因為我們現在經過大概將近10年來，整個可可的這個馴化作業已經達到一個程度，就是說一般農民去種可可，其實它不難，
大概都已经它只要种下去，大概4年之后就开始可以结果了。但是说我们结果之后，后续的加工程序在哪里？如果这方面能够有，所以它并不是说像这样子的果实采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效益了。对，采收的它还要经过一个后续加工、发酵啦，经过一个干燥一些过程之后，制成加工产品之后，它才有它的商业价值存在。是啊，所以说这边不管是在县政府或是在我们农委会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对这个对可可这个产业是相当重视，但是我们希望它发展的是一个能够朝向能够经济效益能够更高的产业来发展。所以有没有希望说可以种多少？比方说刚才说到1万多公顷的槟榔都要废除的时候，全部改成种可可吗？我想这个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梦想了哈，但是我是说，如果因为我们槟榔给人的那种的观念不好啊，包括他可能因为健康因素嘛哈，再包括因为整个现在的人口跟的结构问题上，可能吃槟榔的人慢慢没那么多，价格这几年波动也很大，所以说我们一直鼓励就是说，槟榔可以砍除，改种其他的作物，可可是一个选项。好，谢谢分署长哦。相关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远景已经出来喽。可是呢，刚刚很多人提到哦，一种印度共斗，分署中没共斗，迄讲会创造出来含卡度嘅价值呢，可能唔係单枪也一隻高天天，其中呢會造成靠起的無按軌哦。这个是你的可可茶包吗？那你怎么做呢？也按當人為屏東嘅可可啊，漸來漸發展，係個新嘅產業。綠地天氣種嘅面積漸來漸增加。不過，許多產地沿岸嘅蔬菜，對青島人來講，還係對本土可可啊唔多了解。對於巧克力來講，我哋不常接觸嘅東西，所以我們每次出去賣的時候，其實銀行都會英文講，咁唔中話巧克力會酸酸，係咪快吃？其實巧克力本來都水果，所以一定會酸，我哋要刻意去留它的果酸。但搶外盤市場行行卡低，整體沒有一太挑戰。你講吼，做一啲多啊，因為你要堅強，因為當然睇我都 OK 啊，我實嗰度啊。嗱呢邊我話都最主要農民種啊有人，有啲啊固定的數，所以可能鳥，當然注意安尼。可可啊，愛向前行，產銷端都愛清冰。可可它引进台湾的时间没有像国外那么长，我是觉得说，那我们也是要跟国外接轨嘛。国外都是用嫁接的方式，那我们也去尝试说，用嫁接是不是让它能够产量更高，品质更好？等种了7年咧，開始做後置加工嘅，也1-2年開始學做安尼東西。因為我哋世界喺產銷班，農民搞本愛哋，伊哋新年我哋搞本愛啊，我哋可以世界有法度賣啊。但搶中。可可啊嘅農民還希望建學自家做巧克力，開發出多樣化嘅產品。像我哋呢一個體會安嘅東西，第一行主要都講啊，獨特，老闆看唔到，話有茶包一樣嘅意思。如果看唔到嘅東西，對人嚟講接受度相對會較高。巧克力嘅部分都會實，如有淡淡果酸嘅感覺。因為外國嘅巧克力伊啊口感會偏過乾淨，如果所以的如巧克力嘅面是，如果唔會有按有層次嘅安嘅巧克力的那種酸味。所以像这样子的清脆的声音，这个就是它有调温好，而且是在适当的温度的一个巧克力。如果没有调温好啊，或是经过任何的损伤的巧克力，它很可能是有点软的，或是有点松脆的。巧克力的好食，加工技術係關鍵。就是農民其實都會擔心說，你東西種出來，那沒有地方銷，因為農產品這種東西，它的產期都是非常短的。對，我們都很怕，其實你種得很辛苦，但是你時間過了，你只能賤價出售，或是沒有人收。而且像可可這種東西，其實如果沒有人收的話，你單純如果自己的量很少，在做加工的話，其實也會蠻複雜的。所以就是我們當然會擔心這一塊，所以就變成是我們只能自己去多方面看能不能自己也可以做加工這塊。對於自家以前方法都充電大家嘅力量，產業嘅需求天天嚟出現呢。原來對一個個呢做出巧克力無按過有一種印度講到話加工技術，其實千難嘅素材關鍵就係啲鴉片。雖然講屏東人呢對一個搶嘅啊有一道嘅感情的地位度，不過一下大家希望六件會變做可可的這個新的經濟新能量。
迄讲巧克力要变成这个巧克力最后的成品，其实当中经过按度嘅流程，都会对果、生果发酵、烘焙、研磨、调温、塑形，青米才会变成一个巧克力。故所呢，现从咁有一个种可可嘅农民也系讲，可可嘅业者，你啲啊过程当中有乜嘅心得，爱同大家来讲啊，你嘅发展嘅过程咯，分享。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刚好在百货公司遇到一位，就是也是我们屏东可可的一个产销班的一个班长，然后巡阅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屏东县有在开培力班，就是针对可可的培力班，补习班出来了。对对对，然后才去报名学习。结果有解决你中间可能发酵一开始浪费很多这样的状况了吗？对，真的是解决我很大的一个难题。是，对。后来结果你的这么多的可可种出来之后，这些果实它要卖的话，或者说它要再产生后续的效益的话，在这方面你的状况都还 OK 吗？目前是还 OK， 我一直到研磨到可可膏都 OK， 是，甚至巧克力都 OK 的。是。对，那现在所以因为我完成以后，完成到这个阶段，很多的朋友都很希望他们也可以投入到这个种植的可可的这个。所以你扮演什么角色？会不会像当初一样，你中介大家进来，结果大家吓到了？因为资源可能一开始这个新兴产业，大家在发展的脚步上可能要慢慢的跟上来，但是还没有这么健全的时候，你的建议是什么？我希望说无论是我们的长官啊，或是我们县政府啊，可不可以提供多一点这种资讯？无论在媒体上，或是任何的行销的一些方式，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那个过程的制作、产制的过程，对不对？对。OK，所以可能是屏东现在呢，这个可可的这个品牌认知要先被市场所接受。对对，因为巧克力大家都一定是接受的。是。好，谢谢。对这位小姐来说呢，sản銷班一個角色咯，當重要。今邊咩有請到位農非有嘅相關嘅產銷班，咩要來到現場，請佢下來分享。我是那个产销班的班长。是。所以当初您是扮演在这个有一些相关一些还在摸索人当中，他们明灯呢，对不对？其实不能这样讲啊。其实我是刚好在外面参加那个展售会的时候，那个客家事务处办的展售会的时候，刚好遇到这位陈小姐。是。所以在这个产销过程当中我们产销班目前可能从内部的鸦片有几多个產銷班出現呢？係糖度的迄量的。量的。有農民咩要進來進到開始種嗬？係應有人摕去種啦，更加為止。如果對你來講，一個sản果種出來過後，大家可能一下從加工技術一難，冇辦法，一下係冇辦法來去發展嘅時節。產銷班會補幾乜嘅天數啊？最好嘅方式如果講集中可以來發酵。不過集中可以來發酵有其他問題分配嘅問題喺底擺。外邊嘅方式如講，即隻蔬果硬果嘅。外邊入來以後，外邊即個發酵以後，假使講是要如買辦安尼。安尼哦，如果老大家嘅果順入來，大家真唔會講總係按度果無奈何去吼。了解。好，今日呢，咩有請到位按度嘅相關代表傾下來，有咁差唔請坐，還有其他創業嘅產業去發展嘅時節，還有乜嘅建議咯？分享現場嘅可可農民無創業者傾下來提出。可可的後製啊，冇像對啊你咖啡用，像烘焙過後，以風味就形成了哈。但是啊，可可後製哈，都可能發現到有佢哋發講我頭講嘅發酵哈，還有烘焙呢。有發酵，不單是發酵啊，開始中醫對啊你田間管理哈，當然農委會嘅技術面哈，有農改場哈，當時候我記得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哈。有採樣呀的哈，做挹注了很多資源在田間管理部分哈，那個政策面當然了有一些挹注進來哈，但是那邊的哈最重要要發酵哈，迄種個冇全部農民的來集中發酵哈，這個產品也要同一個環境，讓人來採。東西咧，台灣人會穩定哈。像講亞先生，你係講數量要先出來，還係講其實大家嘅品質要強用？最主要數量要大，而且要同一個環境、同一個模式哈，有一個 SOP 出來哈，但是這個哈牽涉很廣，這個沒有，我看沒有政府的這個力量挹注進來哈。我認為啦哈，要可可做成巧克力，後製成巧克力哈，最重要的。
反正发酵压一管，还不突破哈，我们要向前走哈，困难重重。像啊，按多高长当中，大概都会无用嘅器材咩设批。当然无一样嘅，烘焙迄个又要脱壳，脱壳机迄个又要研磨哈，研磨迄个又要做干的后置干的精炼哈，就配方也睇咩哈，迄个又要调温，要米管落去其他呀的方面哈，也系政府无安尼，咱一般的农民那样的能力来做安尼事情咯。先生唱高从亚哈大家来发展亚 Coco 啊，大家自家来做，可能永远发展自家嘅品牌咩吼，还有对大家来讲系个体经营嘅系，还是讲大家有伊咧整合嘅力量咧，还是冇？某部分个体在经营啊，当然他跟你卖哈，个销售管道冇一样嘛哈，但是最多哈，他跟你冲哈，哈来同心协力的部分啦哈，打团体战，还有资讯也一样啊哈，资讯当然了，农改场过去哈有得了很多国外的资讯进来哈，当然他们的那个田间管理应该是有挹注了一些国外的技术带进来哈，因为我们去国外学不到那么多，我们学他教你10分，我们只吸收2分啦。那农改场去吸收的话，他教10分，他收得到9分多啊，对不对？嘿，安尼啦，嘿，最主要讲的哈，后置部分哈，同大家分享，但是我哋有拄到问题哈，希望有嗰度资源可以入来安尼啦。好，感谢呀，Coco 养业站林太高哦，甲他讲到哦，迄讲一下 Coco 啊产业要来发展呢，可能会打团体战，今年开始做，可能一度嘅一个规模无按太嘅时间，会基材啊，大家咩冇办法去买，冇办法去添购，故所呢，迄讲应该相关单位冇有乜嘅天数呢，抢到一个农费嘅主因哦，最近甲海面有人讲到，一个树嘅部分咩系个大问题，因在按当年都种，不过迄讲大家品质无统一嘅下，树叶来要做发酵，要做后置，可能咩会影响到加亲密嘅成果呢？树价位也有问题吼，我哋农费也有想到讲啊，既然我哋内部体系呢吼，已经有按多个人来种嘅，迄咩讲啊，农费呢吼，也来做野方。也为树桥也为业务嘛吼，当然也为业务呢吼，为随对我哋总干事啊，佢从事也为事情，又讲啊，也为明年开始吼，我哋要对3体证明开始来做，做到也为将把我哋呢也为品牌吼推广出来，推广出来。所以讲，多几度业者也咧讲到吼，我哋种植的人也会发觉吼，伊哋。生态问题，你讲做麦田要有量吼，无量吼，其温度唔会放来。那种讲米田人摘到10斤、20斤，哪办法啦？其温度唔会放，也会发的，也会生活都唔好。所以讲咧吼，也目前呢有几多的人来参与也为业务呢？想讲啊，我哋以农费的立场来讲吼，我哋也希望我哋农粮署呢吼，针对野的产业。来多来同我哋付出帮忙，多我哋呢分署长也讲过啊，吼，我哋呢强嘅专注吼，一点呢，希望讲下面明年吼都开始来做，因为他家人哦嚟等讲迄可以多少来付出啊咧吼，本因为新嘅行业可以发展起来，也都坚持好啦吼，我哋农费呢喺立场呢一天。我quay关心到也为产业，也希望大家呢，个大表个努力啦，吼。一下差唔多内部诶，有位大致嘅哦，差唔多，人家下讲75公顷嘅，希望差唔多个激动嘅，可以达到几多批嘅，有按你嘅目标冇？目前呢，吼，我哋呢分署上头有讲过嘅，吼，也新嘅产业嘛，吼，大家呢，吼，一步一步来行。多大时期产业发展到任何程度，我哋问迄个。我哋看啦吼，目前我哋观察的结果吼，佢有啲进展。头又讲到一位我哋受人吼，免讲过吼，佢有做到咖啡做过后，能做到一位可可啊，佢做咖啡咖啡喺10年前10年前都用20年前，佢做咖啡，后来呢佢做到一位前10年呢，有安尼因缘机会嘛，佢都转可可啊。头讲到也会强的啊，我哋内部嘅呢有3500甲嘅槟榔墙啦吼，拄好呢也会作物的吼，完些吼3年前啊，你讲
种出到去3年前，佢需要做比武，嗰種我帶啊，嗰種佢也要同時摕槍眼嚟做，相得益彰。所以講慢慢的咧，我哋咧也要女菩提起咧，為千多年來總也要可可啊。好，感謝注意咯。因應環境呢，一下可可啊產業啲屏東當地當中係見來見發展，還有大家呢千萬忙一步一腳印，天天嚟行，當中看起來會見有見發展。唔過一下農民咪講到喎，千時講你總係按到去買本物產咯，還有嘅加工嘅技術，門檻按個冇聽錯係大家都強下來做為錢合適嘅，還有呢一下屏東雖然講有種可可啊，唔過對其他人來講呢，你行出山體以外，當初冇人點屏東有可可啊一個東西呢，故所呢亦都係一個產業，咱擺愛天天嚟突破嘅所在，下一階段呢，繼續嚟討論。鄉親朋友，新年好！歡迎大家繼續進到村民大會嘅討論現場。今日來到屏東女僕一片，共下來討論一下可可啊發展到用嘅。頭擺呢，台灣人食可可啊，還有食烤雞哩，單都會意思進口一個原料嘅部分。唔過呢，一下呢，按當年來啲屏東開始種出來嘅，面積已經突破為200公頃，已經200公頃加加300公頃都有。還有一下見來見當年上來種呢，唔過呢，對一個台灣來講可能一個天時氣候嘅條件亦適合一個可可啊來種，唔過同時可能佢對相關嘅病蟲害咪係個亦適合嘅。亦合適嘅環境，唔過呢，嘅可可啊農民呢，一步一步天天地行，已經突破為一道難關。故所愛種可可啊，雖然講冇按改，唔過大家天天地行出一條路。同一般的果實千無共用，可可啊唔係上帝super紅。不少的熱帶果實是這樣的啊，像那個榴蓮啊，也是這種樣子的啊，菠蘿蜜啊，大概也是這樣的。上帝主乾紅係熱帶果樹動態嘅特色，對可可啊來講，屏東嘅氣候當合適，唔過咩共用溫暖及濕嘅環境，病蟲害咪特別多。開始在發展的時候，其實對整個農政單位來講，我們對這個作物上面的過去的病蟲害，其實都沒有太多的研究。那當他們開始在做推廣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到有很多的資料是欠缺的，所以我們慢慢的把這個部分補起來。相對的，我們必須對國外的這些病蟲害的資訊也必須要了解。我入到可可啊產業有一定嘅門檻，大家向下面看啊，我肉呢正睇得到世界紅嘅腳蹼。種子也可以吃，哇，種子會有點苦啊，就巧克力原本就是甜的。之後係甜嘅，這個咬仲鹽地8度嘅苦就蒸出來嘅。以世界上的品牌來說，不管是日本啊、法國啊這些巧克力的大品牌，其實沒有生產可可。那有在生產可可的國家，就是赤道附近的國家，基本上沒有自己的可可品牌。所以台灣其實有機會成為一個既有品牌又有產地，也能做到所謂的公平貿易的國家。利用地理紅的優勢，行出本土可可啊嘅路。可可絕對有機會可以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一個觀光產業之一。那當然它有地利之便，然後加上它有一個生態永續跟一個環保的意識在裡面，因為就是種在檳榔樹下，然後取代檳榔田，然後創造更高的產值。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管對小朋友來說，或是對一般的消費大眾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產業。本可可啊樹來推檳榔，成為新建製作物。從可可的原料到加工這個部分，它其實是一個整體性的，所以我們就是除了在栽培有涉獵之外，也有參加很多就是舉辦巧克力製作的一個課程。那希望可以採收到加工，可以一起做起來。那如果這樣的話，客人來的話，他們也可以去做整個體驗。一按當年來由可可啊農民成立嘅烤雞哩種園，希望工業乾工能量，打造可可啊產業文化治理。它就像贈予一樣哈，小時候啊，這長大之後啊，這個。雖然講可可啊愛種啊冇按改易困難，不過呢，台灣農民卻按三忙按大病克服嘅按多嘅難關，天天嚟行出新嘅產業一條路。家下呢咪有人講到，除咗種以外呢，係唔係做得來發展一個新嘅產業局面咯？
像一个六级产业啦，政府紧推广，迄讲做在老给产业架出起来，像个还有人建议啊，迄讲做一个庄园制度，公共嘅元素加落去嘅，南北游客来到人屏东，来到可可山体，就做在来去摘果，来去体验看啊，还有自家来做考起的，无听错，对一等人来讲哦，亲有一个诱因哦，还有打造一个庄园休闲娱乐，当中系一个产业加成一个新的局面，可以去考虑的地方。因此呢，一下呢，大家想爱休闲娱乐咩？虽然讲第三天有一好嘅品质，一好嘅体验，还有现场按到乡亲朋友都有人亲密，用也到贴心来想汉卡多年下，向下来讲嘅面外，因讲嘅文化嘅元素打造一个新嘅产业局面。现场咩有人做到嘅哦，因请到现场可可嘅业者，系唔系要打造庄园，为对一个产业行个好呢？我进入可可产业是在11年前，那其实，在3年前才投入一个生产的一个计划。那在生产计划，本身开一个小庄店哈，那很多游客来之后就会产生说，可可到底怎么去形成？那因为我们本身的一个店面就有几棵、3、4棵的一个果树，让他们当场就看。但是有些民众他们更希望，有些游客更希望他们能看到整大片的一个果园。想要看到可可园像这样子旁边的这个状况吗？对。他想要去做什么？去采果树吗？采果的部分。你像我们现在目前所做的，就是说，来到我们的庄园报道之后呢，我们就带去农园去实地的采果荚。然后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做林下兼做自然友善农法的一个方式，为什么用草生栽培？那像我种植11年，我在打草的部分，我打了持续的第10年。那这个在草生栽培，它的本身它对自然环境、友善环境是有好处的。它最基本的草生栽培，在土地的物理性、化学性跟生物性都会恢复。那其实在这8年来，我都没有施肥，那我可可果荚还是照样长。所以有把一些像环境永续的一些观念加到里面去，推广给更多的客人。对，他们有兴趣吗？他们很有兴趣，而且他们说这样也能成长。那事实上可以成长。那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把他们结完果荚之后带回来我们小店里去品尝我们自己的一个产品。然后我们边告诉他最简易的巧克力制作方式，然后后续才告诉他们说，生态的一个生产管理。是，所以可能加入文化的元素、环境的元素进去，这一趟巧克力产业的旅程，对客人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更丰富。对，尤其对北部的旅客。好，谢谢赖先生哦。谢谢。从永远就提出来打造6期产业无，还有一当然虽然讲对北部对其他所在来到屏东一个产地过后，张迪讲哇，屏东有生产一个可可啊，对安尼是真惊喜的。还有呢，接下来产业的发展还有乜个建议呢？咁係讲品牌而老给打造出来呢？那屏东一隻大部分都少農嘅經驗，所以數量冇辦法多。想要做個好啊！應該有難度，要有集團式嘅目標呢？唔係，要有團體，大家來共同發展。所以，我同文化協會黃總幹事也想有談議講成立嘅合作社，做規模做個大啊，全部比較農民，比較大家嘅各個農民來合作，成立嘅合作社。規模大嘅過後，會一開始就看到乜嘅好嘅優勢、好嘅發展呢？最主要就講，喺邊做出嘅產品能夠穩定，個數量可以大。你電腦不減少，如果你設立一定的產量產品，都會有一點差不多一點目標。啊，能做出一個真實的講代表屏東嘅品牌。係。目前點解呢？他們少農的經驗咯，做嘅東西量冇可能真大，所以恁要去推銷都非常困難。嗰種人建議就係講一下大家協合起來打團體戰哦。
錯，因為我哋成立嘅合作社。好，感謝呀，葉總。還有cocoa會發展呢，其實也下見來見到經營嘅品牌開始出來嘅。不過以當然來講啊，係講佢嘅品質見來見好，對品牌嘅產業發展咪係有幫助嘅。還有其他嘅葉總會提出嘅建議嗎？目前我是已經有發展出，慢慢就是因為經過了非常感謝客委會，還有客家事務處之後的幫忙因為他們有一些協助教學，然後慢慢也發展出自己的品牌出來。那在發展出品牌的時候呢，在做巧克力的時候遇到的問題呢，因為我都是跟農民收購比較多，跟農民收購果莢那目前我發現農民的問題最大的問題點呢，可能就是在遇到寒流的時候，還有7、8月在雨季的時候，很容易那個果莢會有發芽的問題。我是很希望說，在農政的單位之下，農政單位像是改良場，還有學術單位之下，都可以提供這一些技術上的指導，還有做這一方面的研究跟調查。因為他們如果往這方面調查的話，可以幫助到我們可農。他們在生產過程當中遇到的目前最大的問題。那如果是說要將我們的屏東的可的發展品質發展起來呢，最先的源頭就是在於栽培技術上的品質上的管理。呢度蔡天年都講哦，一個cocoa公主呢，佢就係青春有帶動產業發展青春有一個關鍵人物，就係印地現場嘅王總幹事。佢被提出嚟按到嘅相關嘅問題產業需求哦，對你嘅了解來講哦，你嘅觀察啦，應該屏東係講接下來會行向乜嘅階段嘅發展？你知道講真實嘅有乜嘅路會行咯？其實剛開始從前1、2年，他們其實都是從觀望，就是花了就是也不敢踏出那一步。畢竟大家技術也不是那麼的好，然後對整個環境、整個產業的狀況，還有國外的資訊，並也沒有也不了解，所以會驚驚。對，應該是就驚哎。那所以在很害怕的狀況之下，大家也不知道說要怎麼去做。那因為透過縣府這邊幫我們爭取客委會的經費之後呢，我們辦了2期的培力課程。那培力課程的進來之後，有國內外的師資開始來幫我們做一些培訓，那所以農友開始他們就有一些基礎的技術的開始的發展起來，而且事實上他們現在學習的能力都非常的好，然後發展出來的品牌產品也都很不錯。那所以其實我們是認為就是說。在田間管理的部分，的確是雖然說我們台灣有很好的農業技術，不過因為我們畢竟落後國外大概200-300年的種植的時間，所以說如果假設我們可以去參考國外的種植的田間的參考的方法的話，也許把它引進進來，再配合我們的本土的一些風土條件，再去做一些修正。其實台灣是有一些基本的發展的優勢在，對不對？對。在您觀察的話，我們台灣最棒的一些優勢在哪裡？然後還要輔以其他什麼樣的能量加強呢？我覺得第一個是台灣的農民都是非常優秀的農民，我們農民的基礎水準都比國外的，像現在的南北緯20度的這個原生產國都還來的知識能力都比較好。是。那所以說，如果假設能技術引進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都可以發揮得很好。所以他既然會種植，但是他的後製技術可以更強的話，可能未來會更好。對，就是如果引進這些技術，然後加上我們農民知識水平都很高，他們其實很快的就可以知道說我要怎麼去做，而且可以做得更好。對，還有其他的呢？再一個就是我們現在有講到一個全年結果的部分。那在國外的話，事實上都會控制在2收，他們一般都會避開那個高溫多濕的這個階段，因為高溫多濕的確會讓可果實容易發芽。那所以說他們會做了一些產期的調節。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未來就是明年度，我們已經跟種苗改良廠這邊有做了一個合作的計劃。那所以會請他們來協助我們來做這樣子的調整。所以在現在全球大概對於可的市場都是一直增加，那我們台灣應該要把握既有的優勢，然後把它加成上去，帶動一個新的產業。未來呢，是不是現在其實很需要的是整合起來？因為大家單打獨鬥，個人品牌越來越多，這是對產業發展來說是一件好事情嗎？我想可能分成幾個階段來講。第一個是種植，目前我們也希望說透過農委會這邊或者是縣政府這邊投入我們一些田間管理的技術的改良，那再來是後製中間的加工階段，我們希望是大家一起來做中間的加工，因為加工它的確發酵如果越集體
来做的话，它的发酵品质会越好。那后面品牌的话，事实上我还蛮赞成，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来去发展，特别是像返乡的青年，或者是青年想要创业，或者是像有一些退休的人员，他们想要再去找他的第二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让他去做更多品牌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好的，对，良性竞争。好，谢谢总干事哦。大家提出来按到产业需求，还有产业嘅目标，希望也个产业要尽来尽发展，还有个哈按到向前都有讲到啊。其实加工技术真关键，就来看到也个产业发展，迄个南北然后佢整合起来，可能会有乜个行较好嘅效益呢？你看种可可啊嘅种苗呢，还有可可啊嘅农民一级嘅树叶呢，桃园差不多1公顷，一年会有差不多40万，也系相关单位嘅做一个调查。还有二级产品，然后佢加工过后，可可啊做成口口力咧，一年可能会产生500万按度嘅产出。还有个哈 VCR 当中新闻样片，还有现场里面有业者讲，喺讲老技发展一个观光产业，加起来按度嘅产业发展6级嘅产业，有可能哦，南北就会进来更好嘅。还有讲一下，大家请使用嘅系乜嘅？节目进行到鸦片嘅，每场现场嘅乡亲朋友、现场嘅来宾来做小结。首先就像分数中来同大家讲啊，要给产出1×2×3，然后变成6级产业，可能是未来这个产业要走的一条路嘛？还是其实不见得我想哈，可可在屏东是有发展的潜力，跟有它发展的空间哈。但这个空间的发展程度有多大，可能就是后续看它的那个程度的那个扩张量多少哈。我想哈，我们都乐观其成，对，尤其是我们曾经辅导的这个产业里面哈，而且在我们一起努力过的这个产业里面，我想而且是我们要推动一些转型的这个时间点刚好很恰当的时候，其实我们愿意来推动这一块，包括刚刚有来宾提到的，就是在相关的设施的一些协助的话，我想产业发展到一个境界之后，我想变成小农太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整合的力量。如果说透过一个平台，能够把我们的在地的这些产业里面可可这些产业里面做一个整合的力量，做一个平台，能够对外有一个窗口，能够来行销我们屏东的这些可可。小农他没有办法投资这么多，还有呢，他可能发展了个人的商品之后，会遇到一些检验部分的问题啊，这些是我们农粮署来负责解决。我想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针对可可这个产业，我们有针对农产品，包括刚主持人讲的。检验的部分，或是说一些设备的部分，好，包括现在我们在推动的，包括有一些设施上的，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很多的这些计划补助的这些形态都来帮忙的。是，好，谢谢分署长哦。还有呢，一东人讲到哦，屏东虽然讲有可可啊安尼个好东西，不过对其他人来讲，北部人、中南部无像呢国外一东人来讲，可能唔到底。故说一个品牌要用来推展出去呢，今面就请教一个科长嘞。目前我们原则上我们都会配合我们既定的一些节庆的一个大活动，或是一些产业的行销活动。像我们每年都会在一些百货通路办我们的客家的产业的一个行销活动。我们在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把我们的客家的产业，包括我们的可可的产业，一并的像其他的县市或其他的外国人来行销我们可可在地的有非常特色的一个商品。好，谢谢科长哦。可能谈起来呢，係去先增加屏東可可嘅知名度、曝光度，而先大家開錯嘛。前面請注意咯，嘅推廣嘅部分呢，工作真蠻重要呢。農費呢？既然可可啊，睇我哋內部嘅，睇我哋屏東，我哋愛做出一啲氣氛出來嚇，氣氛出來。如果我哋採地採社會有品牌，一定要做出來。我對你冇強樣，我哋希望講啊，喺也要表明講啊，也喺我哋屏東嘅可可啊做巧克力吼，我哋希望使用到也嘅可可啊入閘，要拿到也嘅證明，能可以吼。啊，我哋想講啊，明年初呢吼，我哋有嚟辦也嘅可可嘉年華吼，也會做也嘅推廣發通。因為乜嘅時間哦？它要是睇我哋也會11種安尼啦。2017年。2017年，明年初啦吼。可能我有連續2-3年呢，也會發通了吼。本他家人啊，我哋台灣的消費者喺某度也會入閘吼，有希望有做到也會巧克力嘅人啊吼，要來關心關懷喺某度參與也會發通。
好，感谢今次按到来宾，还有按到乡亲，抢下来参加。今次呢，咪希望也个六队新嘅成员，咱摆会喊卡天天呢来空中，天天呢伫六队体起来当见。唔过，前面还系祝福所有嘅乡亲朋友来收看全民大会，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再会。